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20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早起头一条是甲关税有关的新闻哦。美国宣布对台湾工具机加扣20%的关税。台湾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宣布，对8月20日开始要实行总4天休3天，暂时安尼3个月。也那百德机械原本嘛讲要启动小降的措施，也毋过昨搁讲因为客户有调整订单，所以这工课是照正常的日程来做。 百德机械是国内工具机的指标大厂之一，也毋过受到美国对待工具机加扣20%的关税，首先受到冲击。另外，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也宣布，会为20日起实施做事休3制，互逐礼拜5也固定休假暂定3个月。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这些产业呢，在未来的经营环境，恐怕呢，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机业者啦。 周休3日，甚至周休4日。台湾不少企业受台美关税冲击，以台中来看，因为关税实施减半的企业，到10月已经有33间，有891名劳工受影响，其中以机械设备制造、运输工具甲零件制造、金属制品制造占比上大。跟去年同期比较，那有减少5家次，那实施的人数有减少131人。 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每一个产业链。以科技业来讲，爱面临关税20%加 N， 半导体关税也有232条款。鸿海董事长甲电电工会理事长杨永辉顶日出席理监事会议，就表示有205个会员受到影响。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专家分析，未来企业出走是难免的，也毋过只有中型企业才有机会，小型企业恐惊真歹承担。为着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经济部也会研议提悬补助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升级也是转型，也希望提升台湾产品能见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2026年新北市长选战即马是提早起稿哦。除了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宣布投入政局，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昨嘛表示无排斥有愿意承担。同款是那赢的新北市副市长刘和仁嘛有意愿参选。如果到明年确实是要我承担，我想我也不会排斥，我也会承担。 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19甲普隆市同款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市政会议，会后伊第一遍正面回应参选新北市长的问题。对民众党主席吴国昌也想要参选，李树川讲，一旦为国家做代志，拢是好代志。他刚这个宣布要参选新北市嘛，那原则上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跑一跑。川博是一个 德高望重的长辈，我觉得川博愿意一起为台北市来打拼，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同款拢要参选新北市长，双方互相化会，只是伫同一天心情可能无啥同。李树川有民调回扣，吴国昌是继续伫咧后壁立。根据上新的民调，吴国昌拿对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可能候选人，包括立委苏巧慧、民进党前秘书长林佑昌，吴国昌伫咧民调拢输因2个。 因那李树川对立赢2个人的民调拢领先，另外伫南亚的内部，李树川以31.6%赢刘和仁的4.2%。虽然也有超过60%的人无明确表态，不过那李树川出来选赢面较大。那对我们新北市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做事，了解新北。我会持续延续侯市长的施政，全力以赴。 伫李树川宣布参选了后，刘和仁过1点外钟也发声明，不过李树川讲，离选举还有1年外，未当用这摆民调来判断。2026新北市长选战，南亚内部开始讨论争取，就看吴国昌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 有风声内阁要改组，去互点名爱落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教育部长陈永尧，昨拢有含总统赖清德去参加各方医学大学的挂牌典礼，也毋过无啥活动嘛引起关注。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建议讲，赖总统就要去找合适董事长董子贤做内阁。请启动。
国防医学院正式改名做国防医学大学。19日献牌典礼顶面，赖总统甲徛伫边仔国防部长顾立雄咧开讲，但是甲同台的教育部长陈永尧、卫福部长邱泰源无虾米互动。这个课程总共几个小时？2天的课。迟到时，两人也拢徛伫后壁，翕相了后，总统甲陈永尧握一个手就离开。因为最近传出内阁可能改组，陈永尧、邱泰源拢互点名落台，就被引发关注。我看医师工会这边有些声音，因为要下台。部长有信心留任吗？部长有信心823后能留任吗？除了部会首长可能换人，台北市长蒋万安阁建议赖总统应该找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做内阁。总统会考虑找童子贤组阁吗？总统最快825改组吗？有关于组阁，这个是个假议题，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人士确认的话，也会跟国人来进行说明。董子贤回应，这不是伊的专长，而且内阁人事是总统的职权，无应该凊彩评论。伊也肯定对英台内阁承受国内外压力真辛苦。因为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的行政院长对英台答询的时讲的话，互认为是咧暗示啥？如果继续担任阁揆，本席希望好好的修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信赖关系。我也更希望未来任何人担任院长，跟立法院之间就预算审查，我们能够依照宪法跟法律精神来。不管谁留任、谁去任、谁来补任，都要能够是一级的战力，都要能够回应民意、回应社会。外界预测内阁改组的时间点会伫8月23日后，民进党立委直接讲，上重要的是有感觉的改组，甲有感觉的政策，期待新人事上路会马上有发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的水气较济，各地是侪份好天。也那热带性低气压 BTD-15是对北永北为日本和韩国去对台湾未有直接影响，咱来看分图。今仔日顶半部各地是侪份好天，但是冷心低压通过台湾过后，这天气无啥稳定，而且水汽嘛会变侪，恐惊是会像雷公雨，甚至佫会落冰雹哦。其中西半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是较会落大雨。也那气温的部分，今仔日东半部高温是31度、32度左右，也那西半部高温是有34、5度，台北、屏东甚至是有可能会超过36度。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这2礼拜肠仔病毒看病的人数增加，因为感染引起重症的病例今年有13例，是这6年来同期上侪的。另外，风台来做大水，这垃圾水内底较高有这款类鼻子的病毒，今年是拢总有41例，其中有4个人死亡，这嘛是历来同期第3高的。最近天气烧热，真适合细菌生炭。疾管署19指出，中部和南部分别有一个红婴仔得到肠仔病毒重症。疾管署嘛表示，这2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人数增加5.3%，因为肠仔病毒并发重症的患者有7例，今年拢总加起来已经有13例，是6年来同期病例上侪的。这个检验之后，怀疑是有这个新生儿败血症的情形，所以就通报了这个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那也是经过这个本属的检验确定分型，是这个1个11型的肠病毒。从胎盘传染，那有可能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从产道传染，那当然也有可能从他旁边的一个家人里面来受到感染。所以有接触到新生儿的，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那在接触新生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最近因为风台和落大雨，真够积水淹水。疾管署指出，类鼻子病毒特别高炭，今年拢总有41例本土病例，其中有4人死亡。疫情是历来同期第3高的。医生讲，预防肠仔病毒甲类鼻子的方法，就是挂喙暗、定定洗手、甲壁扫环境。除了自己戴口罩预防之外，我们要多洗手，避免我们接触这些含有病毒的表面之后，又带到我们自己的口鼻。淹过水的东西，你也是一样，也是接触传染，主要是以接触为主。所以当然它的防护方式跟肠病毒是差不多的。另外，疾管署嘛提醒讲，虽然即马无添高例甲屈光病的本土病例，嘛是爱检查清理积水，避免蠓虫生炭。记者陈心东社桂林台北报道。再来带乡亲做回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
桃园市一间收容行为偏差少年家的辅导机构，讲一个市长的主任含看守是涉嫌来侵占公款正千万，主任佮牵涉到威胁性侵机构内底的查某员工，也有异性。这件事是隆重起诉4个人，嘛对这个市长的主任求刑21年。再来咱看联合报。台中市去年12月到今年2月连续发生重大的公安事故哦。台中新光三越伫咧起步了后，内部是已经经受好势，打算9月底要希望会当通过审查恢复营业。因那大道的全联仓库去年大火了后，互要求要停工，那这个状态是维持到呾。再来咱看中国时报。佛山丁胖的公投23号，23就要投票。中选会有公布这公投的投票权人数是2000万外人。公投若是要通过，就要有25%以上同意，所以上无是要有500万控523人同意。8月23就是佛山丁胖的公投案哦。中选会是公告讲，这通过的标准是同意票上无要有500万控523张，而且要坐过无同意票。昨就有超过540个学者是发起这联署声明，提出7项反对佛山丁胖的理由，希望催大家来投无同意票。因那民众党的吴国昌是继续去到新北市催票，希望大家来投同意票。甲民众的手续来比 OK 手势，民众党主席吴国昌19号到新北市车扫，希望催823协3电开公投的同意票，嘛阁批评执政党，呼吁民众爱用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用人民的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台湾为了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付出太多的代价了。台湾需要好品质的电啊。台湾需要价小合理会用照顾咱民生甲产业的电。同款是公投正方代表的副社董事长董子贤，在去出席活动的时阵，嘛阁替协3抢电开邮同意票。不过，另外一边有超过540个学者发起联署声明，提出7项反对协3电开的理由。搁在声明讲，活动长站经过协3抢区，其中老化无法度确保核安，要积极争取无同意票。如果将来在一个大地震之下，造成底下的这河岛区附近底下的地形的地质的岩层的变形破坏，将来是一个造山的区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在核三厂这边，如果发生意外以后，譬如说现在吹西南风的话，那台北也有可能是永久隔离区。行政院长杜荣泰表示，针对核能议题，核安会已经启动必须停事，家己尊重公投结果，更加相信科学的根据。中选会19公告，协3电开公投的投票权人数是2000万个2091人。依照公投法的规定，同意票必须达到投票权人总额的25%以上，也就是过关至少就要500万个523张同意票，而且有效同意票必须比无同意票较济，安尼公投案才算通过。这届公投案的18岁头一届投票的人是有40万个9227人。记者采访报道。针对核3抢电棒的公投嘛，引起地方的讨论。包括屏东县长周春美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拢出声，讲这核电厂起伫咧屏东，所交予全国的人来决定屏东人的命运，这款做法不公平。乡村的环保团体人士杨美云嘛创作民谣。核3电起，阮行行来表达乡村人对核3抢电棒反对的心声。若来中起哦，这个行遐的日子实在是袂轻松啊！那段月琴乃用传统民谣旋律唱出反对核3电棒的心声。长期关心乡村环保议题，杨美云也是真有名的传统民谣艺术。这首亲手写的核3电起，阮行行。杨美云讲，这毋是伊的心声，也是真济乡村人的噩梦。过去核3抢捌火烧，互因活伫咧辐射污染的行行内底，真无简单。40年交挂，核3停机，煞阁无一个公投出来，都有民众讲，为什么乡村人的命要交予全国去决定？乡村人的命运，互规个台湾决定，你莫乡村人来公投看卖咧。讲乡村人讲70%嘛，像讲的，来啊，大家来投看卖咧。乡村有阮投看卖咧。若真正有影，阮鼻仔摸咧，拢不要紧。核灾这种物件是不能发生的啊！如果一再发生，可能这个所在都要被居民都要被迁出，
然后他有可能几十年不能进来住。那恒春人去抓，屏东县长周春美也伫面册打文讲，40年前核三失抢，屏东人无法度讲无爱，40年后停机啊，搁爱受压迫。中国公投决定核三敢要停放，屏东人真正无欠台湾社会啥物。19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赞写，呼吁大家爱尊重在地人的看法。高雄跟屏东是一体的啦，那应该大家要将心比心。环团强调，核三厂设备老旧，附近有恒春长站，核废料要放伫倒位嘛是一个大问题。若是停放，环境的风险真正无按算。记者郭秉哲、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个去到美国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也有几位欧洲领袖来举行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会谈，也不过这届敢若是无任何的进展。结束甲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欧洲领袖18拢发文表示肯定。泽伦斯基伫白宫外也确认，美俄乌三方会谈将会举行，也不过还未确定具体时间。We don't have any day. We just conformed after this productiv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nd then with all our colleagues, with partners,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美国白宫18个美欧乌会谈。场面盛大，也毋过成果煞有限。原本外界关注，川普甲泽伦斯基敢是会当确定和平局势，也是会搁发生今年2月底的外交冰车的事件，也毋过两方面拢无发生。虽然川普答应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会协助乌克兰安全，也毋过伫土地交换、安全保障甲制裁等核心议题上，拢无实质进展。会前白宫几摆表示希望泽伦斯基穿正式的西装前往，也毋过泽伦斯基18个白宫议会。穿白色的军装外套搭配无领导的写字，也毋过显然通过川普的流行考验。学者认为，甲2月会谈比，两个人有更加侪良性的互动。The bar is pretty low given what we've seen in February, but indeed today's meeting seems to between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have gone on a far more positive note, friendlier, some jokes exchanged, and hopefully some expectation of more mutual, basically more shared ground, more ground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另外，泽伦斯基18伫白宫的谈话中，讲在一摆的多下显然也会激励理会，和美国副总统范斯批评唔知影减分。有学者认为，川普甲泽伦斯基的关系有完充满问题，也毋过为了促成和平协议，川普只是暂时忍住情绪。I think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things done, he held himself back, as it were, and decided to spare us the drama and the show that we had the last time around that Zelensky turned up in the Oval Office. 北约秘书长李德会后接受访问表示，有关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不是加入北约，而是以类似北约宪章第5条集体防御的形式来进行。这也是了后讨论的重点。同时，美俄已经确认2笔达到1500亿美金的军购案，一笔是由欧盟各国出1000亿美金协助乌克兰买美国武器，另外一笔是由美俄合作以500亿美金投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英国金融时报引用18与会欧洲代表的讲法，这摆会谈比预期成功。川普毋但无伫会中施压乌克兰让领土，也基本同意参与乌克兰战后的安全保障。就算无法度处理突破性的进展，也毋过有缘暂时。反转美罗阿拉斯加峰会了后，美国可能进一步瓦向普丁立场的几率。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负责调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埃及官员表示，哈马斯已经伫拜一同意和以色列停火60天，其中包括甲一半关伫咧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用来交换予以色列关起来的巴勒斯坦犯人。至少9架以色列的战车出现伫加沙的郊区，看到人讲这是以色列用来展军力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地中商议希望和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埃及官员讲，哈马斯已经同意甲以色列停火60天的协议，条件之一是放出一半封关伫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且交换以色列放出部分巴勒斯坦的犯人。目前当咧等以色列回应，然而以色列国内也继续抗议，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同意协议，和搁伫咧加沙的50名人质赶紧放放回来。以色列的官员相信其中有20人搁活咧。שוחחתי עם שר הביטחון והרמטכ"ל על התוכניות שלנו לגבי העיר עזה והשלמת משימותינו. ואני
כמוכם, שומע את הדיווחים בתקשורת, ומהם אתם יכולים להתרשם מדבר אחד, החמאס נמצא בלחץ אטומי.加沙灾民真期待嘅救援物资总算是对空中弹落来啊！因提真大卡嘅布袋啊，伫涂骹接，也因为已经摇真久啊，灾民伫分配地点互相下来下去，足惊动作较慢，就摕袂到食物。国际特赦组织上新的报告，控诉以色列当地加沙实施超过伊嘅游击行动，系统性嘅破坏巴勒斯坦人嘅健康、福利甲社会结构。 نواصل العمل مع الأشقاء في مصر للتحضير لعقد مؤتمر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القاهرة في أقرب وقت ممكن. 加沙卫生部指出，到17为止，夭折的加沙灾民增加到258人，其中有110个是囡仔。另外，联合国瓦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甲工作署也伫社群平台 X 表示，加沙有100万名女性当咧面对大规模的袭击、暴力甲虐待。然而，以色列对这款的指控目前无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新罗贝贝约。国内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因的晶片生产袂当直直外口台湾。白宫是证实，美国商务部有打算要接股半导体公司 Intel 10%股份，若是这计划有成，美国政府就会变做 Intel 上大股东。虽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去拜访印度，和印度的外交部长苏吉先进行会谈。随后，中国外交部发新闻稿指出，印度外交部有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毋过，印度的外交部是回回讲，因对台湾的立场无改变，会继续和台湾维持各方面的合作。虽然巴基斯坦连续5天下大雨，已经造成400人死亡，当地嘛做大水甲土石流，是淹过几哪个村，真侪人拢掉伫内底，数十人是下落不明。那救援人员一共居民是继续在搜救。 代替高雄车头接高雄捷运的所在，昨日暗有一个查甫人举米公单在广场热烧哦，随后通报这代替也有含捷运的警察，警方来到现场了后，要求伊甲单等到，然后甲伊留资料了后，就放伊走了。这个查甫人可能会放伊照社违法上班，也毋过这警方甲放走的方式，嘛可能会放检讨。 提起查甫朋友甲头前乌衫的查甫人保持距离，热心民众精神病案，因为对方手中提小型米公刀，也一直将刀片为刀片塞出来。他是拿美工刀，他拿小小只的，然后他其实手上是一直都是拿着刀这样。民众讲，夜到的查甫人伫代替高雄车站中央下定广场四过西，为高捷出站到代替卖票区手中拢提米公刀，关了有意外，赶紧通报铁路警察。看到他是跟在人群后面。 啊，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没有看到他。铁路警察表示，查甫人迄当时情绪明显无好，要求对方将米公刀弹掉，心情平稳了后，才互伊坐回家等台东。也毋过安尼处理也防自己无妥当，因为警方原本以社违法上班，互查甫人离开之后，改以涉嫌恐吓公众罪函上检方侦办。检方也表示会定处检讨警官感受所示。 本分局已掌握特定对象，积极侦办。如果有旁边有人能制止的话，那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帮忙这样。可能就是会跟他牵手之类的，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这样子。 今年2月，台北捷运也有民众伫车厢内提米公刀挂纸，也有装潢工程，将30公分长的线机扎住车，搁互伊捅出来，这个行为拢强行的处罚。因为大众捷运法规定，规项物品较小克物件袂当进入捷运系统，工作用的道具也爱包好势收起来，若无上关罚100万。违反者除了面临罚款，也可能涉款刑罚，还是行政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北捷运车厢内底昨载起一个旅客手机熊熊抢烟，捷运公司是赶紧引导旅客落车处理，加载是无去影响到捷运。台北捷运嘛呼吁民众都要注意家己身躯顶载的物件，若是因为手机导火影响到列车，有可能会犯到公共危险罪。 旅客记录早起7点11分，台北捷运淡水圣义线这台列车经过民权西路站了后，车厢内底开始抢烟，大家开始向公逃走。到后一站相连了后，真侪人走落车，还佫看到一个乘客摕着烧甲臭灰大的手机啊。旅客表示讲，到相连站了后，就捷运人员摕着灭火器来拍火。味道闻到应该就会警觉一点。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就可能会去按那个，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
台北捷运说明，这台由双连站往树山方向的列车，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底有烟，航空中心随即是站长去处理，确认是一个大约50岁男性旅客手机抽烟，炸落车了后用灭火器拍花，无牵着列车。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经引导旅客下车，并使用灭火器扑灭。 系统营运正常。台北捷运表示，目前电联车每节车厢甲月台拢有灭火器，若发生火警的状况，旅客使马上摕来用，而且呼吁旅客电子产品属米无好货，应该一人面上标检验的标示，避免碰起来破损摔到，甲哪充电哪用。若因为手机家己着火，影响行车的运转，影响公共安全，严重者会使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交通部公路局头一届是公布接用药仔的安全驾驶指引，列出有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的药仔，亲像一寡感冒药，也是互金肉放冷的药仔等等，食落降低可能会爱困头晕，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药师就提醒讲，亲像食饭前这降血压的药仔，若是食落去，上好是莫塞车。 这是顶个月一只通电的客运伫花莲街路口在活的时，弄到正平的电箱，运将煞无马上停落来，警员到场进行酒测，无酒精反应。驾驶是讲身体无爽快，有食感冒药啊。你是怎样？有点人不舒服了。你有吃什么药物吗？感冒药。 药师公会专联会捌指出，2023年全台湾有3000多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其中用药仔了后洗车是占10%，用这推算，每一年大约有300多人因为食药仔驾驶致使交通事故死亡。公路局头一届公布，定看到药仔安全驾驶的指引，除了爱困药仔、散瞳剂，也有金马棒灵剂、部分止痛药仔、感冒药仔，有降血糖、加抗压制药仔，拢有可能引起爱困、头晕，也是无够专心，进一步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因为身体不舒服。 哦，那我需要去用药是人民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你很难去跟他，就是你也不能给他禁止。但是就让你提醒说，你吃的这些药，如果这些药它会有这些副作用，就是暂时不要开车。指引推动了后，敢要进一步修法？公路局表示，若是发生交通事故，即马拢已经有相对应的处罚规定。指引是希望对源头提醒，也希望进一步透过医师啊药师咧开药佮用药仔时，加民众教育。 饭前血糖基本来讲的话，我们吃完药之后，我们就要立刻就要吃饭了。对啊，因为它会马上让我们的血糖整个就下降，就会造成的就是说整个有低血糖的一些症状出来，这反而会造成一些盗汗啊，然后身体不舒服啊。药师也提醒讲，若准要洗车，要注意食药的时间点。另外，若准身体有落屎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欠钙离子、致使头晕，也无适合驾驶。还佫有天气上热，若有着雪的情形，也可能会头晕头痛。上好是莫洗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提供弱势家庭囡仔课后辅导的中华阳光少年展望会，所防投诉讲有无适当的体罚行为，理事长若像嫌囡仔伤吵，就当场甲囡仔罚跪。社会局调查了后是认定这管教的方式确实无妥当，甲罚3万块，补助嘛甲冻起来。 一阵囡仔伫教室内底坐边仔姓陈的机构理事长所向叫囡仔跪落来。原本应该是提供弱势囡仔关怀辅导的中华关阳光少年展望会，互人也讲有不当管教行为，意思是因为嫌囡仔人吵，就叫因当场罚跪。负责人他在旁边滑手机，可能觉得吵，就叫他们下跪这样子，看得很心寒啊！这是照顾弱势学童的地方，我们应该是要教育，而不是责罚。 去年7月休热时阵，中华关阳光少年展望会申请政府的小卫生计划，专门服务身障者、经济等弱势家庭的囡仔。民众发现机构有不当体罚的行为，向主管机关申请。机构负责人表示，因为囡仔人伤急，讲袂听，才会叫因去边仔罚跪。官府经过调查，机构有牵涉不当管教，所以甲裁罚。他们2个在吃饭会拿筷子在那边互戳，因为一直屡劝不听。 所以才会叫他们各自到旁边来，喂不到5分钟啊，就跟他们解释完不要讲这样子，然后彼此互相道歉，就这样子而已。针对本涉及不当管教案件为113年民众陈情案，本府依儿权法及相关规定办理，裁处罚款，并同步停止补助。 官府表示，去年10月接到通报，11月就召开裁罚会议，罚机构3万块，停止小卫生计划补助。理事长嘛已经请辞，官府也强调，赛后会继续加强社区方案人员的教育训练加监督机制。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
树林地检署进行侦办诈欺案，查扣犯罪所得2597粒泰达币，含2849粒美金稳定币。将行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进行拍卖，短6分钟内就去互标起了。10号71000元，还有要往上吗？一个开号出价超过10组竞标者踊跃押牌，一直画价。由5号先生以79000元开定第一标。目标是树林地检署进行侦办诈欺案，所查扣的2597粒泰达币，还有全国头一届公开拍卖的2849粒美金稳定币。到尾短6分钟就结束，由同一个人分别以79000加85000得标，得标者代理人当场摕一沓刷票现金点交。差不多啊，都以市价这样啊。第一标是比市价再高一点点。第二拍的话，其实算是差不多到达，对。但是我是觉得那个赚的钱太少，就没有考虑这样。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指出，民众得标了后，会透过树林地检署的虚拟货币平台移转给得标者，也就是类似官方管理的领钱包机制。这个平台里面将虚拟货币移转到一买人的冷钱包，或者是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里面的账号。虚拟货币因为它的移转会有需要是一些统一性，又可以防范一些骇客的入侵等等的这些功能。那综合考量之后，统一用一个平台的方式来做一个管理。其实泰达币加美金稳定币加其他的波动较大加密货币无同，毋但白美金价效相对稳定，而且美国总统川普7月签署法案了后，国家稳定币纳入美国金融体系。这届伫国内头一届公开拍卖，也为拍卖活动加添话题。记者采访报道。高雄使用太阳神跳表系统的计程车，对17暗时开始就有稳定发现讲，这跳表的收费标准出问题，走登去2006年的标准。计程车驾驶也讲，因走一转是了一转，也毋过高雄这间跳表系统的经销商敢若剩3间，所以害麻害这计程车驾驶要调整，得排队排几若点钟。对高雄781路西对复兴1路过来，沿路拢是排队等要调表的计程车，因为太阳神跳表系统自17开始出现无正常，时间甲费率向走登去2006年。稳将走一抓了一抓，拢赶紧走来找厂商调整。不过，这阵高雄市的经销商剩3间，这几工伫遮自早甲暗拢是排队的计程车。有稳将讲调表10分钟，不过排队就要几6点钟。我想讲要来啊，不过车足多啊，无法度啊，所以就靠慢下来啊，慢2工啊，安尼啊，系啊。啊，你这几工敢有走车？啊，你无走啊，我走一抓了一抓。对礼拜开始暗时啊。然后对10点多晚上10点多，做到早上5点多。一台大概爱开偌济？差不多，如果说简单的话啦，差不多伫5分钟至10分钟。经销商表示，这摆出问题是1台甲2台系统，公司有提供维修的软体，只要电源就会当解决。但因为要调表爱等，有稳将敲电话要联络跳表系统的业者，拢找无人。这几工减碳的加开的要找商讨，因此向高雄市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来管境。工会表示，因有联络到业者，目前会先赶紧把系统恢复好势，后续会协助司机要求补偿。各车行把所有的资讯汇整齐全之后送到工会，工会商业同业工会这边会集体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包含他们的营业损失、少收费用的部分。经销商表示，跳表系统无正常是全国使用这套系统的计程车拢受影响。目前高雄市受影响的车辆数也无法度估计，不过，敢若昨一天，伊一间店就换400-500台。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先来带大家来关心好食面的新闻哦。昨有公布台湾米其林指南2025年完整的名单，这届有7间餐厅摕到2粒星，有8间餐厅是头一届摕到1粒星的，也那台南是同款无餐厅入选。加入新鲜的樱花虾，加上富饭 Q 的口感，吸引不少人客眼光。这是台北一间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为米其林1星今年升2星餐厅。非常的感谢米其林团队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肯定，在现在这个餐饮非常严峻的时代里面，然后可以一直的前进。今年台湾的米其林2星餐厅有7间，包括永科、豪宝乡甲月瓜平等餐厅，其中北市有3间餐厅，拢为1星升2星。另外第3星部分，包括台中以新加坡菜有名的 JL Studio。
创8连霸纪录的义工，甲台北台湾菜餐厅的泰瑞。今年的米其林指南有53间餐厅摕到，其中有部分的餐厅是头一摆摕到1星，像台北这间天妇罗料理，选用时令食材，佮搭配日本传统技巧，得到人客甲米其林1星肯定。面衣也好，油温也好，在油的选用上面，都是在台湾算是独树一格。今年米其林提倡的餐厅主要由以台北、台中、甲高雄为主。另外，这摆新进评选的3座城市，包括新北市、新竹县市，全拢无延班青。一向有美食之都号称的台南，是继续挂零。总共有7个城市共同来参与这次米其林的评选，把台湾的实力的丰富跟多元，向全世界做个介绍。退厨艺的这些新兴主厨，应该给新北跟新竹还有台南多一点指导跟鼓励，因为他们的 DNA 其实会带动米其林的这些密探会有多一点这个关爱的眼神。交通部表示，希望借由美食，予全世界认识台湾，同时促进观光。所以米其林饼单公布，也会带动人客准备登开美食之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电管报道特别讲话，宜兰县府推出环保拜拜的政策，包括超商、农协会等等，拢总200多达代替民众收金纸送去烧。嘛，因为部分的民众对收金较有要求，所以县府也顺应信用，而且请红爷去到分化路降落。庙的头前有插旗仔，表明是代替收纸钱的地点。中元节特别到啊，因为祭拜的需求，收纸钱的量真大。因为安尼，宜兰县府推出环保集团祭拜规套的政策，伫全县市271个收纸钱的地点，集中到分化路烧。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就知影所有的收纸钱地点有6大连锁的超市、8个农协会，也有39间庙。在农历7月期间呢，可以鼓励大家到代收点来投放纸钱。那我们会统一在焚化炉做集中的焚烧。那我们这一次也请城隍爷来协助派发纸钱。不过，一寡民众烦恼这款代替收纸钱的服务会失去祭拜意义。县府表示，除了7月了后收集的纸钱到焚化炉烧进前，而且城隍爷来净炉兼顾环保甲民俗，也若公寓大楼有集中普渡，也当甲环保局预约。还好吧，一般讲有没有方便？爱干嘛靠环保嘛？对啊。做法度的拢是拢趁节拢请用环保局来收的啊。民众最近几年愈来愈接受纸钱集中代替烧的服务，县府也继续推广改良纸钱，亲像推出较薄的纸钱，也是甲经机集合做一张纸，达到减量的效果。民众若有需要，会当向环保局提。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东日庆球嘉年华会伫咧马地放烟火，在地有保育团体就发现讲，这放烟火的噪音会甲一寡野鸟赶走，影响到这生态环境。嘛，呼吁乡公所也有县府，唔通伫咧马地举办这款的活动。8月10日暗时啊，国家级的蓝地地上大埔地的热气球公调烟火表演，放烟火时阵，在地保育团体记录到有规定的野鸟因为拍到惊蛇飞走。地上青年培育工作站19公布，这2年举办热气球公调烟火表演，因调查发现，2024年活动了后的24点钟，当咧繁殖的路口野鸟减少15%；2025年因为放烟火地点刷去后壁100公尺，影响有较细，减6.7%。若亚科的鸟仔，2024年减少30%。但是2025年却明显减少50%。虽然烟火表演带来真侪观光的游客，不过野生的动物却高不离将离开家园。保育人士呼吁，唔通搁去滥地放烟火。确实长期缺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调查结果。那这次透过跟池上乡亲合作的调查结果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蛮好的。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目前累计已经有54万外人参加。伫上乡每年拢会争取伫大埔地举办光雕烟火表演，吸引游客。不过，即马对生态有明显的影响。乡公所表示，明年就袂放烟火，或者是用换所在来办。我们有1年的时间，我们会重新来思考，也来重新拟议一下，是否有其他的活动可以代替烟火。
官府表示，热气球光雕烟火表演是由各乡镇提出计划来争取，明年伫上乡会提出更加友善环境的规划，嘛会尊重地方。另外，也会请各乡镇争取活动的时阵，嘛爱甲生态环境冲击的调查包括在内。记者采访报道。外来种的四脚亚洲金蛙是真高摊，南投这几年嘛愈来愈多，毋但这叫声真大声嘛，威胁着本土四脚的生态。南投县政府就会做头一批清除小组，希望赶紧清除这外来种亚洲金蛙。外来种亚洲金蛙，这款四脚的叫声就亲像牛。最近这款外来种入侵南投，南投县政府陆续接到民众的通报案例。农业处组成社区亚洲金蛙清除小队，要来防治。有志刚讲，掠亚洲金蛙正看运气，有时阵3点钟才掠2只尔，鼓励一般民众挂手套斗掠。尤其人静静的时候，叫伊超过70个分贝吼，会影响到人的安宁。民众通报了，我若去到遐，只有会看无啦，所以我嘛希望讲，民众若法度掠先甲掠起来。亚洲金蛙定拢伫暗时活动，尤其落雨天，搁较会走出来。一届上济会当生25000粒卵，而且摊活6年。南投市社区亚洲金蛙清除小队，这个月甲单出勤8届，掠超过20只，按算的执行到10月底。一次生出来的卵大概有8000颗到25000颗，所以而且它成蛙之后，造成我们本土的蛙类生存空间被压缩。农业处就惊长期落来亚洲金蛙大量生摊，会危害到台湾本土的生态。呼吁民众若发现这款外来种，会当打1999专线通报。农业处希望靠政府、社区志工甲民众做伙努力，赶紧清除亚洲金蛙。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台湾顶贵的传统艺术念歌，真也念出台湾去到马来西亚，受到热情的欢迎哦。台湾美美笑念歌团含在地本地戏团，甲滨乡舞戏节各一合作展现，无共文化结合。带我向前甲问一个分明啊！精彩的说唱艺术，甲观众带入去牡丹亭悠远的情景。台湾美俏念歌团甲马来西亚普隆布袋戏小玉龙掌中颁奖台，互观众体验传统艺术的看界新风貌。观众坐甲甜甜甜，我实在有去惊到啦，想袂到讲离台湾3250公里以外的所在，也有遮尔啊侪人对着台湾的念歌有兴趣。The Puppet Festival is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it brings many troop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Malaysia as well as Indonesia and Taiwan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perform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o perform for each other. 这是台湾社区念歌班的学员头一届出国，甲周成过台湾搬上舞台。这段故事呼应华人落南洋的主题，也是念歌国宝杨秀卿专场好戏。阮这届头一届出来，就是爱最认真，爱争取这个公园转去。毋过跨国合作挑战袂少，无论念歌还是布袋戏，拢惯是话戏，也就是爱对观众的反应随做表演。抗拒讲有剧本，因为细汉开始就是安话跨国合作嘛，大家的这个默契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所以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咱较保险一寡。无论是念歌还是布袋戏，这阵艺术一直用上真诚的演出，甲传统搬起哩舞台，搁一直创新，都是因为这个做戏的热情，互私民艺术会当跨越国界，进入更较侪观众的心内。记者采访报道。瑞士表品牌4月去进前发布新一季手表的平面广告，所因为其中一张这model Q 马尾的相片伫中国的网络平台引起抗议，认为这是咧翕相亚洲人。4月去官方虽然回释咧讲，这广告已经退掉了。感觉色的手表真显白，毋过镜头向顶面刷看到平面广告相片的查甫 model 用手咧编马尾，正做目睭微微的造型，就是安尼相片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模特本身也是一个亚洲模特，然后他做一个这个拉眼角的手势，就这个手势，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带有种族歧视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来说就是
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张相片真紧就伫咧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部分民众认为相片要刊进前一定有经过审查。品牌的高层说，有关发布这张相片，真可能根本就无重视亚裔族群的想法。外媒报道，苏瓦区集团旗下也生产 Omega、龙井、Tissot 等牌子的手表啊，主要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在2024年的集团销售额当中，敢若中国、香港甲澳门的占比都有27%。虽然苏瓦区官方紧急发布会失礼声明，佮表示对这件代志非常重视，也随甲广告对全球的官网提掉。不过已经引起中国网络呛声讲无爱买，要甲伊抵制，甚至佮有网友想要甲马岛的国籍甲名吹出来。They already apologized on a long-term basis. I still think the business is going to pick up because it was not really intentional. At least it was not the intention from the brand. It was just maybe some uncareful decision made by the photographer who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Especially when they use Asian models, they should pay this attention, like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的消费者常常对侮辱中国文化，也是威胁国家利益的牌子发出抵制，包含2021年 H&M、Nike 甲 Adidas 等流行牌子，因为烦恼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声明，拢予中国消费者发起大规模抵制活动。公司新闻台视龙培育。瑞典一间113年历史的教堂，因为当地挖矿的产业即地层直直落落，当地政府这2天当地无用甲教堂搬去5公里外的新地点，不过搬到位就要个维修，等到明年底才会当个重新开放。这座1922年起的真大红色木造建筑，已经从抗日纪行移动平台顶准备启程去新市中心。伊的所当时速上悬每点钟500公尺，有计要用2日完成5公里的搬刷。When we went underground in the 50s, what happens is that gravity makes the land want to fall into where we mined out the iron ore. And now we've been mining down to 1,300 meters. It continuously to fall down slowly. 搬刷任务并不简单，也毋过专家利用高等结构优势，改善将内部原本直接固定伫壁顶的祭坛位，甲有1000支音管的广风琴固定好，安尼会当免伫即寡电状风铁度破坏。为着这座搬刷之路，负责高等搬刷任务的瑞典矿业公司也拓宽道路。It's like a triangle, so it's very good construction for moving. And we have the beams, steel beams, under here in 3 layers. And we have the SP-empty trailers, quite wide with two lines. 真如那地区矿度量犹原是真大，未来产量甚至会当超过高达开采总量的数倍较济。高等甲旧市中心下面犹原有矿藏要继续开采，为了避免地层下陷，佮保护居民甲安全，才会当迁城。2019年台中期，位伫北极圈以北140公里所在的真如那，其他建筑拢已经陆续搬到安全的地带，大部分的建筑拆掉重建，也毋过代表是以整体搬刷的方式来保存。旧市政厅厝顶的钟楼也互搬走，即马采伫新市政厅边仔，瑞典矿业公司会负担整个基鲁纳市区搬刷计划的费用，估计超过100亿瑞典克朗，相当大票314亿。公司新闻为民编译。法国南部有真侪山羊在路林走来走去，本地民众是感觉真趣味。毋过即马这山羊是已经增加到2000多只，坐甲毋来挡伫路中，阁会走对社区乱撞，互当地政府是真伤脑筋哦。车开伫郊外的路的，向向看是平常时的风景，不过沿路告示牌却是写野生的山羊扫来扫去，注意小路。这是南坡城市马赛郊外，这一大特色就是路的出现的山羊，数量实在伤多啊，已经真多当地人平常时的情形咯。Alors oui, c'est rigolo, mais bon, c'est dérangeant. Quand j'ai des copines qui descendent, je leur dis faites attention, il y a les chèvres, toujours de la prévention. Après, 表面上看来是真趣味的景象，不过其实互当地民众真困扰。山羊会走入去社区甲徛街内底，食田内底的花草，因也雄雄冲到大路中，如果唔知闪车，闪车人只好家己来闪让，若是一个无注意、无细腻，就会发生意外。这山羊到底是对倒位来，种也无确定的答案。不过当地普遍相信讲是几啊只人无爱饲的山羊，伫野外断生了后，短短10多年，数量就增加到将近2000只。原本因拢伫附近的山顶顶面食草，不过由最近考察经验中，野地的是要减少，山羊更加可能走来人类的生活范围内底来乱。
Les chèvres, elles n'ont pas de frontières, elles ne savent pas les routes, les ronds-points, pas les ronds-points. Elles vont là où il y a de l'herbe fraîche à manger. Je ne sais pas si vous avez vu, mais toute l'autoroute a été bordée de barrières. Enfin, on a fait en sorte que les chèvres ne puissent pas traverser. Elles y arrivent quand même. 莫迪卡有人会想到，会使互农场收这山羊，互因提供羊肉，也是羊面发挥突破价值。不过，由法国的农业规范真严格，必须符合一定的品种也个卫生标准，才能用来生产特定的产品。这半野生的羊，敢若像来路不明，无符合标准。也让官方想到另外一个方法，是想到山羊看到什么拢食能力。山羊伫野外世界食草木食物，可能危害原生的食物，破坏生物多样性。 不过，只要甲因集中起来，无同的时间，伫无同的所在，食无同的草，就使避免食物互因食了，反倒等会使维持平衡。一方面，互山羊有所在通去；另外一方面，会使顾及生态。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法国米其林指南公布上新的1000名单，当中有一间开伫巴黎的日本苏式餐厅。这间餐厅伫2022年就捌摕过1000，也毋过总铺师破病过身，米其林的迄粒星嘛对得失去。也即个总铺师的太太继续做餐厅，即马甲这1000摕倒转来。 这间素食店即卖负责人是54岁日本女性木村千鹤子。2021年，伊甲先生到伫巴黎蒙马特区开这间素食店，仅仅伫2022年3月就得到米其林1星肯定。遗憾的是，伫3个月了后，先生就因为破病过身了，了后也失去迄粒星。 俊英はその時代もうすでに病気に侵されておりまして彼を助けるためにここが始め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で、もともとは私はツーリストの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してちょうどその時にCOVIDで仕事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ですのでその機会を利用して私はここを旦那と一緒に立ち上げそして仕事を手伝うことを決めました。 原本做导游的陈福子就安尼对先生的脚步，为切鱼啊准备开始学，行到这条过去真少女性参加的素食之人之路。伫倒3天甲学的时阵，迄时阵爱去照顾破病先生，过程是真艰難。旦那の料理のしてる姿を見て覚えたり、また休みの日、夏休みなどになりますと、他のレストランのシェフ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たり、また今現在もシェフの下で魚の切り方すべての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ています。莫非这间店破坏1星肯定的先生，捌向前合作系委员，希望伊守住这间店，为实现承诺，甚至伫先生过身的迄一日。 这间餐厅也保持营业。总算伫3年后，千福子甲这间餐厅佫一摆摕到米其林1星。伫男女总铺师无成比例米其林指南当中，也正做第一类提醒的女性素食职人。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 出来广东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你收看这节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